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发现有很多这种亲共产党，还有这种亲中的这种媒体，还有那些网络主播不停的在造谣，不停的有计划、有阴谋有步骤的那种造谣。造谣什么呢？造谣就是说呢，达赖喇嘛尊者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爱波斯坦文件中提及了165次没有根据，没有证据，胡说八道，就在那儿造谣就是想方设法的欺骗很多无知的这种公民让他们领导他们走向同他们一同的这个造谣之路，简直就是没有一点点的羞耻，竟为了一些自己的利益和金钱上的所得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造谣，造谣那些无辜的人诋毁那些伟大的人物。但是真正涉及到这个犯罪行为同这个爱波斯坦一起混入这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的那些人呢，他们就只字不提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的一个时代，简直是非常的令人伤心。爱波斯坦文件跟达赖喇嘛尊者有什么联系当然有几个人，有第三方的几个人，尤其爱波斯坦他本人在他的文件中提及有关达赖喇嘛的事情，这不是达赖喇嘛本身直接的介入到了这个事件当中的。相关提及的这个主要事迹公开活动、学术计划和第三方的讨论往往是爱波斯坦本人或者是中间人的撰写，并不是达赖喇嘛尊者直接的参与到这个事件上。为什么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有计划、有布筹有组织、有阴谋的不停的造谣、不停的诋毁伟大的达赖喇嘛尊者呢？那莫非就是最近达赖喇嘛尊者凭借他的有声书获得了这世界上在艺术领域里面最高的格莱美奖从此导致这个很多人的眼红、嫉妒尤其是很多中国官方的批评借此机会他们就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爱波斯坦文件、电子邮件等等上做文章，就想方设法的就去诋毁这个西藏最高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当然也不是光光是西藏最高的宗教领袖是全世界的可以说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最高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那些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播还有这些亲中的这些媒体怎样的造谣他都拿不出什么证据来拿不出任何一个达赖喇嘛尊者直接接入到这个文件里面的任何一个证据。有些还造谣说达赖喇嘛尊者跟这个爱波斯坦见过面这是黑白颠倒的是非颠倒的造谣达赖喇嘛尊者从来就没有跟这种人接触过，从来就没有跟这个所谓的爱波斯坦见过面。当然爱波斯坦等等的那些人肯定是很渴望见到达赖喇嘛尊者，因为见到达赖喇嘛尊者是他们的福报，是他们的荣幸。但是这些沾满血性这个充满恶意，还有被这个黑暗笼罩的这些人根本是没有一点点的福报去接近达赖喇嘛尊者。不要说接近达赖喇嘛尊者连去摸一下达赖喇嘛的鞋他都没有那种福报，他都不配。所以说诋毁和污蔑
诬陷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些胡说八道的这些所谓的网络主播，所谓的亲中媒体所谓的这些记者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想一下，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颠倒是非不分青红皂白诬陷好人袒护坏人，这种无羞耻无脸面的做法会给你自己以后的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黑暗，而且还会给你的世世代代的这个子孙后代都会留下一个抬不起头的这种羞耻的这种作风。所以说呢，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借此机会我想给世界上的所有人说一下，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人的胡说八道，因为这些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金钱所图他会无道德无底线的诋毁和诬陷所有的好人，他们永远会跟正义背道而行，他们永远都跟犯罪分子同流合污。当然我相信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热爱正义的人他永远不会相信这些人，他永远不会被这些盲目的误导。达赖喇嘛尊者不光是6000万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他也是世界上的和平导师，是全佛教人士最尊重的一个精神领袖。他以前是，他现在是，他以后也将会是。所以说这些有目的有阴谋有组织的行为永远都不会得逞，以前也没有得逞，现在也没再得逞，以后将会永远不会得逞。但是所有的人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人的胡说八道颠倒是非的造谣。谢谢大家，我相信你们，谢谢。